歡迎大家收聽投資 Less is More， 聽最少嘅消息，但係得到最大嘅投資回報，係咪真係有咁嘅可能呢？ Less is More 嘅表者係股神巴菲特，由1965年接手 Berkshire 以嚟，股票已經暴升咗550萬個%，年複合回報達到19.9%，幾乎係標普500指數嘅2倍。所有嘅穩健投資者其實都一路仰望住佢嘅投資哲學同埋選股策略。同 day trader 唔同，我哋中意做最少嘅交易，就好似用最少嘅化妝品，但係得到最好嘅皮膚一樣。如果你平時投資嘅成績唔上唔落，又或者係絕對嘅新手，呢一個 podcast 非常適合你。我係投資才女，喺呢一個 podcast 嘅節目入邊呢，才女將會利用一啲外國嘅分析啦，咁同埋一啲最主要嘅付費資訊啦，帶大家去理解一下啦，同埋分析一下啦，大家平時喺平日新聞入邊未必會聽到嘅一啲深度嘅投資資訊嘅。咁不過 podcast 喺 YouTube 上邊，又或者 Spotify 又或者 Apple Podcast 嘅消息都係會滯後嘅。咁所有最即時同埋最快嘅消息將會留翻喺呢一個月訂服務入邊啦，俾大家知道更加好嘅資訊同埋更加深度嘅一啲分析。仲有隨住時間解鎖嘅小攻略同埋教程添。中意嘅話可以去描述欄睇下點樣支持才女呢一個月訂服務，一齊 win win 啊！首先我哋講下穩健投資界入邊嘅股神，佢叫做華倫巴菲特。巴菲特今年已經94歲啦。我成日都覺得佢同 KFC 雞嗰個創辦人好似樣嘅，大家上 Google 度 search 下咁就會見到噶啦。巴菲特所投資嘅股票大家都認識噶，例如係可口可樂啦、美國銀行 Mastercard 啦，呢一啲重要嘅美股，所以佢嘅持倉係好多穩健投資者都中意去參考嘅。咁不過對於小額投資者嚟講佢就嫌阿巴菲特又老又懵懂，啲股票揀完之後升得又慢。咁但係點都好啦，過往嗰10年巴菲特就係偏偏跑贏咗大市，所以今集都想同大家一齊聽下佢喺股東大會上邊發表過嘅一啲重要談話。而第一樣嘢要講嘅當然就係關稅啦。近排大家都會 feel 到，無論係港股定還是美股，波動性都非常大。有好多人甚至就係放棄咗，直接攞翻晒啲現金出嚟，連蝕都要喳喳臨走嘅原因，就係因為根本唔知道特朗普其實之後會將個關稅加又或者減到點樣。好多公司如果原本佢哋嘅盈利模式係需要出口佢哋嘅產品去到美國嘅話，咁佢哋嘅盈利將會大大咁樣下挫，亦都係近排股票市場非常之動盪嘅最主要原因。因為一隻股票嘅長遠估值好可能因為一間公司唔能夠適應呢一啲咁樣嘅短期又或者甚至係長期嘅關稅改動而係產生咗好大嘅影響。咁巴菲特亦都強調其實喺4月2號對等關稅宣布咗之後雖然標普500指數就其實4日之內暴跌咗12% 左右嘅，咁但係而家已經完全收復失地啦。所以其實佢對於美股嘅呢一個長遠嘅睇法仍然係強韌嘅。咁不過佢有冇話過而家就可以買貨呢？咁呢個就喺佢嘅談論入邊有提到啦。因為佢呢一間嘅 Berkshire 亦都係迎嚟咗最大嘅呢個現金儲備啊。咁而家呢個 Berkshire 嘅現金儲備已經係去到 Q1 嘅創紀錄3477億美元啦。咁而佢哋嘅營運利潤大概就係96億嘅美金噶。咁點解會儲咗咁多現金喺度啦？因為佢話啦，其實好嘅投資機會唔會每日都出現嘅。唔正確又或者唔正當嘅投資反而係會損害到人嘅利益，所以佢一直喺度尋找同埋等緊投資機會。
咁呢一個機會啦，巴菲特就話極不可能聽日就會發生喎。但係咧，佢覺得5年內咧都係會有機會可以令到佢哋嘅現金儲備咧由3000幾億咧係希望可以降到500億美元左右嘅。咁嗰度相差都有成幾千億喎。所以呢個時候大家就喺度諗啦，極不可能聽日發生嘅意思係咪就即係話其實呢個短期嘅市況係未去到最低呢？所以老人家咁樣估計，我哋應該之後真係去到跌到最底嘅時候先至再買入啦。但係至少有一樣嘢就係佢既然講得5年之內希望，即係未必係佢啦嚇，唔知咪阿貝爾啦，即係呢個接班人，就係憑住佢嘅呢個理念咧，就再買入其他嘅一啲價值投資嘅時候，咁我哋咧亦都會知道，其實就係巴菲特咧對於呢個美股市場啦，又或者近排佢經常中意投資嘅呢個日本市場啦，其實都係充滿住展望㗎。咁對於穩健投資者嚟講咧，其實我哋就更加應該要睇返，如果你而家嘅呢一個持倉入邊，其實有好多係一啲短期性，即係而家跌完一波之後，你都覺得唔知道繼唔繼續持有都好啦。我覺得係雖然今次嘅呢個巴郡嘅年度會議冇提到啦，但係巴菲特一直有一句名言嘅，佢話：如果你唔能夠持有一輩子嘅一間公司咧，就最好連一日都唔好持有啦。咁如果今次關稅嘅事情，股票市場嘅波動令到你好懷疑你手頭上嘅幾隻股票係因為聽咗唔知邊個人講，又或者係邊一啲嘅分析令到你去買入，但係其實你自己根本冇信心嘅話咧，呢個亦都係一個極好嘅時機去睇下，或者反省一下我哋自己本身嘅持倉係咪出現咗啲乜嘢喺買入前嘅錯誤啦。因為對於我嚟講咧，其實買入之前嘅一個調查係最重要嘅。呢一個咧係確保咗，例如一間公司係咪真係有足夠嘅一個 edge 啦，我會講係 edge，即係可能係一個 competitive advantages。佢會唔會比其他嘅公司更加優勢啦？個優勢係喺獨特嘅優勢度啊，定係還是係一啲大家都可能會有嘅優勢度啊？定係還是大家其實個持倉方面係太着重 AI， 但係大家又唔知道 AI 究竟係搞到啲咩地步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都會改變咗我哋對呢個長遠投資嘅一個心態嘅，因為始終呢個心態唔係咁容易去長遠地持有嘅，即係有好多人投資下咧，就會覺得係我想短期獲利，即係我急住咧要錢，或者係有啲人玩下就覺得啊，篤下個手機 app 上邊咧，見到又買入又賣出，賺嗰幾百蚊都好似好爽喎，跟住就會變成有一種好似去賭場咧撳呢個777咧老虎機咁樣嘅一種行為。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因為我哋始終係人咧就有人性嘅。而對於即係點樣係做到穩健投資，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好似巴菲特咁講啦。其實佢咧永遠都會講一樣嘢，佢對呢一個嘅股票嘅升跌咧係冇乜太大嘅 emotion 嘅，即係冇乜呢一個感情喺入邊嘅。但係佢話佢自己係一個有感受嘅人嚟嘅，OK，只不過佢係唔會啦，係對某一隻個股嘅升跌係太過重要啦。回顧翻佢最近嘅呢一段説話，佢話可能係因為佢自己都已經獲利咗好多，所以佢未曾係全倉投資。所以我諗可能呢一句説話都好好咁樣 wrap up 翻投資 less is more 呢一樣嘢。未必係即係好似大家咁諗，又或者坊間所吹噓嘅就係我應該要攞好大嘅金錢，又或者我真係覺得好重要嘅一啲人工然後我祈求將呢嚿錢去變大，而係反而對於好多穩健投資者嚟講，我哋只不過係用咗。即係平時我自己如果唔買化妝品嘅話，會唔會將嗰幾百蚊投資落去某一隻我認為覺得係優質嘅地方呢？我就打去可能係 LVMH 咁講啦，即係買個名牌袋咁，但係我冇買到個名牌袋，買咗一隻股票。嗱，呢個唔係投資股票意見嚟㗎，咁不過只係咁講一啲長遠有價值嘅嘢係值得你去
不斷咁樣研究，同埋即係你有一個好好嘅底子之後，你可以再去研究當中嘅呢一個資產負債表啦，又或者現金流啦等等啦。更加好嘅可能去研究下一啲唔同嘅收息機會，令到你自己都可以砌一張好好嘅 Canada 出嚟，係一路去收息咁樣去做自己嘅生活費啦。咁呢啲一切都係可能嘅。咁但係首先一樣嘢就係你唔可以全倉去投資。唔可以對於一隻股票嘅升跌太過有情緒嘅波動，亦都應該要好似佢咁樣。其實佢近排點解可以跑贏大市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時候係冇投資嘅，而呢啲冇投資嘅現金啦，即係我唔係講佢全手冇投資啦，部分冇投資嘅現金啦，其實係可以 confirm 到佢嘅一個股票嘅高獲利點啦。然後喺呢一隻股票嘅股價下跌嘅時候，其實我哋安全坐咗啲現金喺自己嘅 account 度。所以係咪 less is more 咧？我留翻俾大家去做一個決定。咁但係當然啦，我作為一個女仔，我成日都覺得唔化妝嘅皮膚一定係最好嘅。咁今集嘅內容咧又係咁多啦。想支持我呢個節目嘅話，記住去訂閱啦，又或者俾一個好嘅評論我。咁如果中意嘅話，可以睇翻 YouTube 入邊更加多嘅影片，又或者咧係喺呢一個嘅月訂內容入邊咧，去揾到更加多咧，真係每一個月咧係幫大家精華出嚟嘅一啲穩健投資界嘅更新啦，又或者咧一啲好嘅機會嘅。咁今集又係咁多啦，所有嘅內容不構成股票意見，又或者係扮靚意見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